點樣靚？早晨啦，我啱啱完成我今個星期嘅變速跑，或者應該準確啲嚟講係漸進跑，嚟收今個星期嘅速度訓練咧，強度課。剩低嘅時間咧，我都係用嚟有氧慢跑、二心區慢跑。離比賽仲有11日，咁咧各種狀態咧都要慢慢強度啊都要收噶啦，避免再次受傷啦。咁但係咧今個星期咧，因為夏天已經嚟到啦，呢邊咧我哋而家朝早係大概9點幾嘅時候，8點幾出嚟，其實天氣就已經比較熱嘅啦。你睇下啲太陽好猛嘅，如果我唔係揾啲樹蔭底咧，就真係心都上得特別快。咁所以咧，都係將個強度繼續壓。今日強度比上個星期再降，但係咧心率基本上係同上個星期差唔多嘅。咁點解會有咁嘅原因咧？原來其實真係體現到心跳、心壓、心率同溫度、濕度、外部環境影響係好大嘅。咁所以咧，今個星期最主要同大家分享一樣嘢，真係而家夏天千祈要注意降溫啦、補水啦。出門口之前或者係提前一日，你再觀察下第二日你要訓練嘅時間點嘅溫度同埋相關嘅天氣嗰啲相關嘅一啲信息，自己做好準備，千祈唔好打一啲我哋自己冇把握嘅仗，又或者即使係冇把握嘅時候，我哋做咗準備，做多一套預防嘅方案。喺上幾期我哋已經講過，就話如果當你跑下喺戶外跑下，突然間感覺身體有各種不適，譬如話中暑啊、身體乏力啊，又或者係嚴重覺得口渴啊，你睇下而家我行出嚟之後好曬，有啲係感覺話啲太陽曬落皮膚咧係有啲即係有啲灼熱嘅感覺，係比較誇張嘅。咁即使我而家係停低咗落嚟跑完啦，停低散步咁樣翻去嘅情況下，曬落皮膚都係滾燙嘅。所以大家千祈喺夏天要真係注意呢啲身體俾我哋嘅信息，注意降溫，注意身體狀況，有咩唔舒服即刻停，揾陰涼嘅地方停低休息補水。咁如果症狀有緩解嘅情況下，唔好再跑，唔可以再跑。重要嘅問題我講3次，因為咁樣係增加你受傷嘅風險。又盡快返屋企沖涼休息放鬆補充，唔好再堅持啦，因為身體已經話你聽唔得啦，頂唔順啦，你快啲停啦。所以希望大家喺呢個炎嘅夏季入邊，你係堅持到你自己喜愛運動，係非常難得。但係亦都要注重一下，唔好夾硬嚟。特別好似我哋上咗年紀嘅，我哋而家40後，冇乜嘢係比健康、安全、返屋企更加重要。所以切記下，夏天嘅時候唔好再夾硬頂。好啦，今個星期比賽就冇乜特別嘅嘢要注意啦，所以就都係嗰句，揾一個你自己中意嘅運動，抽時間出嚟堅持落嚟，使運動將我哋嘅身體帶回返青春，帶回返我哋好嘅體能。好啦，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老友。